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 Makeup Partaker。今日同大家簡單介紹下保力加通道BOL 佢嘅一個使用方法同埋佢嘅一啲原理。咁首先咧，我哋可以見到保力加通道咧，咁佢咧就會由3條線組成嘅。咁首先咧，一條嘅上方嘅上軌線，咁代表咧佢起住一啲阻力作用，稱之為咧阻力線。咁第二條咧係呢一個中間嘅中軌線，咁亦都咧代表住股價佢嘅一個波動嘅趨勢。咁喺一個多方市場嘅時候咧，佢會起到一個支撐嘅作用。咁喺一個空方嘅市場咧，亦都會起到一個阻力嘅作用。咁第三條咧就係呢一個嘅下軌線，起住一個支撐嘅作用，亦都稱之為咧支撐線。好，咁亦都係咧睇一睇我哋嘅一個保力加通道運行區間咧，佢亦都有啲唔同嘅意義。咁假如話咧喺呢一條上軌線嘅上方咧，咁佢代表住咧股價處於強勢超買嘅一個狀態。咁假如話咧喺呢一個嘅中軌線至到上軌線之間咁樣運動咧，佢代表咧股價依然處於一個多頭嘅趨勢。咁假如啦喺呢一個嘅中軌線同埋下軌線嘅區間運動咧，代表咧佢去到咗一個空頭嘅趨勢。咁如果咧去到咗下軌線以下咧，代表咧佢去到咗一個弱勢超賣嘅階段。咁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嘅具體股票案例，攞阿里巴巴9988作為例子。咁我哋見到咧，我哋呢一個嘅位置咧，上方軌道一直對於股價咧形成咗一個嘅阻力嘅作用。咁並且我哋見到咧股價喺呢一個中軌以及上軌之間運動咧，即係代表咧呢一個位置處於一個多頭趨勢。咁去到呢個位置啦，我哋見到其實咧中軌係起到咗一個支撐嘅作用嘅。咁隨住咧佢跌穿咗呢個中軌咧，亦都係代表股價咧正式進入咗一個空頭趨勢嘅階段。咁嚟到下方軌道啦，下方軌道亦都對住成個股價咧形成咗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支撐嘅作用。支撐作用。咁隨住咧呢個股價重新升翻上嚟呢個中軌位置咧，中軌又再次咧會去對住股價形成一個阻力嘅作用。咁一旦咧佢升穿咗呢一個中軌，中軌咧亦都會由一個阻力轉變為一個支撐。咁亦都咧進入咗一個嘅多頭趨勢軌道。咁從而成個上軌咧又會重新形成翻一個阻力嘅作用。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成個保力加通道佢一啲中上軌佢嘅一個作用原理啦，同埋佢運行區間嘅一啲意義。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